来继续来看，这位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戴伟山，日前到台北市一间餐厅来食饭，无小心甲一卡逮到私人重要文件的袋啊，留伫咧座位。调这个监视器出来看，是互警政署一个姓王的警官提去。一开始这个警官讲伊无摕，尾也佫讲当工啉了伤醉咯，吐伫咧袋仔底，随手甲弹落去捷运站的粪扫桶。戴伟山是气噗噗去甲告，这个警官马上记告处分。警政署资讯小姓王的副主任手掼大包小包，一只手提包好的菜脯，另外一只手提药妆店的塑胶袋啊，含餐厅人员是讲到花头起面，佢叫你替中官开门，想到倒手提白色袋啊，根本唔是伊的，是什么一议员戴伟山碰见的物件。当时其实王警官非常的清醒，那看起来脸也没有红，也没有醉，所以他后续说他在这个捷运上把我的袋子吐的都是，然后丢掉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原来29号暗时啊，戴伟山伫咧中正区一间书房料理食饭，不过10点离开了后，无说你甲底私人的衫含重要文件的袋啊，放伫咧座位。调监视器一个看，才发现叫警官提起，佮甲餐厅的员工讲会斗相共找主人，想到警官落尾是会提这针，讲迄天是啉甲酒醉，就到圆山捷运站的时，无说你吐伫咧袋仔内片，背手就甲伊平起手。他选择的是把这个呕吐物吐在别人的袋子里面，而不是选择吐在菜柜的袋子里面。原来别人的个人物品比起那一堆菜柜，还是更加的不值得。不过，互戴伟山无法度接受的是，警官牵头才讲，如果是别个查某人去提草，看到监视器画面，才解释正讲是家己因为啉酒醉，会去甲提去侵占物件、窃盗含毁损罪。你今天一再的说谎，一再的欺骗，那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，那会让别人觉得，这样子的远景怎么能值得信任？王副主任已多次向议员表达歉意，从严予以记过一次处分。职务部分呢？就是待司法真实的结果的时候再伺机来调整。袋内底底是戴伟山的衫含重要文件，即马唔知互平去倒。上气的是警官第一时间高讲白贼，戴伟山才去甲提考。各位警官唔能互家己惹着官司，马上当着警察界欣赏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